是可以这么的豁达的，因为从小就很严苛的对待你，家人对你很严苛。对啊，就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，他们都是在看着你，就你每天都会觉得你有 CCTV 在看着你。对，真是豪门的人。OK，没事，继续。我又破坏了那个感觉。对啊。所以现在你给我讲的是，现在天气我们一样东西，确实很好，不是为自己，而你要证明给家人知道，其实我的选择是对的，是安全的。那你没有为自己去做东西啊？就在这个年纪开始，我会开始自己做事情，我会跟他们做。好啦，咁當然講咗好多啦。如果大家想睇啲好嘢必傾偈嘅話咧，冇問題。等陣發展啦，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呢度嘅 Facebook 啦，同埋 YouTube 咧就會上映呢一個副本，OK，所以唔好上映啊，成日上映。好，因為大家數下現在呢首歌，哇，好耐冇聽到啦，謝謝寂寞。